来先说有。天伦之乐，无穷跟他来死。奇怪，周顺又冇看到金良呢？用错，用错！阿公，阿公，做乜嘅？用错，我问你，你有看到伢哥我啊？冇啊，冇，系伢爸出来，我有番问佢。娘爸出来。有数字啊，那个伢爸呢？冇啊，阿公讲娘爸。跟你就讲阿爸就好了啦。来，阿爸老人讲，伊拉阿公讲，阿爸冇地方卡。阿哥，爸爸讲佢冇地方考。哎，我听到佢上咧，请佢过来。哦，爸爸，阿公请你出来。阿爸，那个事情啊？反正我问你，金良我会去的啊？哦，佢交税咧啦。哎呀，生意万岁，用做得帮佢交税呢？佢就会交税了。反正啊？就是老外讲，那么就是讲你就会不好。阿用又不好哦。好啦，我老人讲啦，跟你就老外讲，当日我说四两钱，我又冇钱啊，我搞不着，老给买的个四两钱不喇叭声。倘多此法，真心干呐！将黑天杀，nhà long nhân呐！你自必该亲生亲呐！墙上将啊拜你呀，将其来分呐！拜你，哎问你，金良买去哪一家啦？哦，我买部马上牙咧。马走咯我。没有，马上牙。你去老金良带出来。呀，你又没给主公三台，你讲哎带转来就带转来，安好哦，全部你晒太人的哦。来，你阿金用三本人，你过门去见到马走路老奇讲，要带金良转来，佢那唔肯啊，
那你啊，金用山本一看，佢自研就地咧。阿爸，你自己还用的啊？嘿，嘛该挨机器咯。咩啊？你啊去山的啊？玉山哦，俺样做的。做的。反义啊，你那没钱，我同俺讲啊。嘿喎，你就没钱，让我不爱买到啊？爱啊，老你讲友好哦。来，你啊，你煮的本意，你拿一个红卖，卖到个钱呐、买到的东西本生意的事。哟，用金fin哦。你啊就说哦诶，上条的无糖打嘅嫩猪的啊？你啊，没一般的煮的哦。没有你看啊，你啊煮的火光闪闪，哪一个红卖？头家看到，马上就老你买嘞。哎样哦，好啦，给你地方卡定啊哈，啊。反义呀，反义，你就唔知阿爸嘅身份，你啊没老你讲嘅时间，有机会我会就是老你讲。哈，阿哥，跟你到底系乜人啊？当年盼望，终已烟啊！事已重回，好生啊！天啊！落火有烟呐！天竺松啊！将身恰从猜呀从前呐、阿爸衣裳高戴下，偏爱金梁大尊家。一记山内那才树，匈牙面前爱 Q 他，匈牙面前爱 Q 他。匈牙，请拍摄哦。反正啊，你买金量嘅世界要讲好些，你见做唔得将金量拖转去哦。唔系哦，我也冇办法啦。阿爸讲好买唔得啦，系我要拖转去啦，做唔得，做唔得。做唔得。哦，真件做唔得，阿爸寄佢本人看哦。样嘅讲法，咩啊？就阿爸掠佢山嘅啊，佢讲好，看得到唔就啲嘅啦。我祝万岁！王怀英，亚基山呢？你系哪位来嘅呀？掠佢山嘅就阿爸嘅啊。
么个娘爸呢？系啊，阿爸嘅。给你那未来嘅父亲啊？我也冇辦法咯，我啲嘅項哦，用5元攞件買進來嘅哦，我冇拍拉佢哦。哦，你买进来金哦？嘿嗱，好，白儿啊，你要好好要好记，也其实呢，万本你啊。哦，我把呢件衫呢，很好用哦。喲，我拉做到那附近啦。哦，老我儿两人強下讀書，哦，點亮出來。爸爸，你係點了？啊哦，專門有書哦，說到安平係上印度吧？哎，你用嘅講法呢？你看啊，都有錢人家，三步半個，你也變演到了。來，爸爸帶你來一轉，好，馬上呀，告片。且慢，老夫要把我老兒產笑。哦，產上唔緊哦，馬上呀，要物嘅化為交代嘅。嘅招搶錯。多謝你。兩人對也錯，睇同啊雙眼，老夫言哪來，行當那雙眼。睇定我話，忠臣那言啊，本記兩言，開言那用啊。兄呀，深情記心房，今生今世切不忘。感謝兄呀來相下，念書我娃子走成龍啊！吼吼吼！既然如此，你今不日就公聽了哦。也至於老我兒一同搶愛竹馬一樣，等佢兩人總體承認，本佢兩人結一對嘅夫妻呀。兄呀，放心，我唔會唔記得，我會背佢記嘿嘿我老二告片。放鬆。哎，出來，點樣？阿爸爸還有事情，你先轉去，那麼好，讓媽媽、阿公會見到佢電影，哈。好，先轉去，先轉去。嘿嘿，我落去買豬誒。買豬誒哦！瞧瞧如今。
陈其英奉了宋氏之意出来巡狩三军啊！嗨，开拓！遵命。哎，卖主哎哦！为何不前进啊？老爷，面前有人图个卖主诶，卖主诶，下口。两片风范你咩？太人啊，我冇去偷检查，冇翻挨哦。哎，我冇讲你偷姜潮，你唔是警察，家下你偷佢讲卖东西，你啲嘅卖乜嘅东西啊？哦，老爷，我买冇得主诶啊。嚯，卖主诶，来看下嚟。哦，哈？也就係一面包主诶，因為啲防範你嘅訴訟。防範你，我問你，你哪會來嘅？你就牙把本挨嘅啊？哦，嘅，我攞你買，你要攞嚟買哦？幾多錢啊？是冇命嘅啦，牙把起挨買，又冇攞嚟講我買幾多錢呢？哎呦好，你帶我來去娘不下，我去攞娘爸買。哎呦嘿，好，聽挨來。防範你帶路。我迎堂中啊，子嗣兄。引领他乡东方梦，不杂夫来应杂平。有求安乐，心自强。阿大哥啊，你喊娘爸出来讲哎。啊，老爷，喺牙把正你哦，跟你就忙小睇，做埋人家啦。呸！你用办公法嘅？你又没神明啊，神明让人家吧？咩啊？讲老爷来了。好啦好啦。阿爸，你是太好，讲喺外去卖猪诶，又冇同我讲，我卖几多钱？人讲我，听人讲，我老人买啦，喺你出去接佢。为父出世以来，忙是接工人，
只有人来讲啊，想必他看到啊，做狗爬没爬落来，现佢自家落来。哎呀啊，好好，我去老伊讲。老爷，我把hen你落去哦，佢冇出来食的哦。马该太就是啊，很爱吃家落去啊。哎呦，我爸讲好，佢啊只有本人食，忙是食个人。你那看到我爸，做狗爬要爬落去哦。你呀个鬼车真蛮厉害哦，你呀个动态面嘅，唔系丢丢。三军呢？大家准备定呢，唐爱命令准备。我爸讲嘅很准哦，hen你做狗爬，忙前真紧开落去吧。啊！哦，哎呦，俺也是哦。咩？你那个香蕉皮也唔拿就可以挨跌到。嗯？那一只系你阿爸？就两只，就两。你就系鬼车吗？我没国车，我乃是珍珠行。珍珠行，你聊聊哪屋来嘅？祖上传下来的。祖上传下来嘅啊！你冇带转信用做的，来你呐！猜，攞佢睇來，你敢探我？睇來。准备。啊哦，上次嘅嘛，探挨做乜嘅啊？太記啦！你行，爱听。好，為了成幹，抗愛，願你來你啦！猜，帶轉去公堂。准备马一张，马一张，马一张。睇見啦，做哋參詳一下，本嚟留阿爸共兩句話。阿爸，你是冇命嘅啦，見太人做起啊，你用得死啊！反而唔是少，阿爸有事情要交代本人，都經常去請劉志英，看到佢啊，就老佢講，至少阿爸散掉嘅瓜子錢，看佢愛還也唔還，佢那唔還，就拿嚟佢散嚟本佢看，佢那看到啊，佢自然就會還咧。阿爸，佢少你按多，你怎麼我爸哦，你就按百人啊？哎呀，你係佢老愛祖先家嘅啦。哦，好嘞好嘞，講聽道法嘞，來你啦！猜，帶轉去公堂。准备。阿爸，阿爸。呀，太人啦！你聽起我有錢，錢本而落去啊，阿爸就出得了。我實實落去經商，請劉志英。